主后2023年12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信实的心亲近主。圣经咱做来听读以赛亚书65章第1到16节。上主讲：无追求我的，我要互因找着；无找我的，我要互因拄着。我对无求叫我的名的国家讲：我伫遮，我伫遮。我规日伸手疼候悖逆的子民，因照家己的邪念行歹路。这个人民当我的面一直惹我受气，伫园内对偶像献祭，伫坛顶甲神明烧香，因用木窟空做面床，伫石洞内过暝，因食猪肉，规鼎拢是无清气的米煮的汤。因讲：闪开，毋通活来，我神性袂磕得。这人互我鼻孔呛烟，规日规巴肚火。看咧，这个我拢已经写起来，我一定袂恬恬，我要报应，彻底甲因报应。因为因甲因的列祖犯同款的罪，伫山顶烧香，伫山墩仔亵渎我。我要照因应得的甲因报应，照因的行为刑罚因。上主安尼宣告。上主安尼讲：人找着几拍葡萄会当做新酒，伊会讲：毋通甲伊毁灭，因为内面有祝福。所以，为着我的仆人的缘故，我袂甲因全部消灭。我要互雅各有后代，对犹大出子孙继承我的正山。我竞选的子民会承接这块土地，我的仆人会伫遐徛起。沙仑平原会变做羊群的牧场，亚甲山谷变做牛群休困的所在。这个拢要互找求我的子民。毋过，恁这个放杀上主的人，恁袂记得我的圣山锡安，为着好运的神绊倒，搁为着命运的神倒满调和的酒。我一定要互恁死伫刀下，互恁跪地受抬视，因为我叫恁毋应，我讲恁毋听。恁颠倒做我看做歹的代志，以爱我无爱的事。所以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的仆人一定有通食，毋过恁会枵餓；我的仆人有通啉，毋过恁会喙焦；我的仆人会欢喜，毋过恁会见笑；我的仆人会欢喜唱歌，毋过恁会忧伤哀哭，因为心神忧苦大声吼。恁的名会留地，互我的选民用来咒诅。至悬的上主会甲恁消灭，毋过会互伊的仆人另外一个名。安尼，所有伫这个地为家己求福气的人，会对信实的上帝得到福气；所有伫这个地咒詛的人，会记信实的上帝咒詛，因为早前的患难会互人袂记得，会对我的目睭前消失。用信实的心亲近主。伫以赛亚63章到64章，当先知伫祈祷中求问上主啊，你为甚物互阮离开你的道路？为甚物互阮遐尼顽固无敬畏你咧？上主啊，你无要来帮助阮嘛？阮已经忍受袂牢这痛苦了。
这话看起来哪像是人对命运的质疑。今仔日这段经文，上主用属世之子甲属神之子的对比，来回应人的求问。伫以赛亚书65章1-7节，上主感叹：伊虽然随时爱接纳陪伴伊的子民，因却一直顽固妄为。原本认捌伊的以色列，毋领离弃伊，搁为着追求俗世的享乐，出在家己放纵做歹，献祭互鬼神、假神。伫暗暝正日洞穴和蒙阿波去向死人的幽灵求问，互无认捌上主的外邦文化习俗，取代上主对历世历代的教导，有较超过因自认行为高尚，掠做家己是与众不同的性格代表。上主点明，安尼虚伪的行为是扼杀伊的记号，伊要施行报应。第8节话锋一转，上主照着类似葡萄园之歌的心如，讲述伊对伊子民的照顾。我要互雅各有后代，对犹大出子孙继承我的正山。我竞选的子民会承接这块土地，我的仆人会伫遐徛起。两边对照下面，俗世之子为着追求俗世生活，袂记得上主是赐应允也是施行审判的主，因离弃上帝，直到落入命运的牵绊。亲像13世纪波兰诗歌中一首讽刺诗：哦，命运女神，哦，Fortuna，在调风的，哦，命运啊，亲像月亮变化无常，应许交替。命运摧残我的健康甲意志，无情打击、残暴、压迫，使我终身受到奴役。实上，上主并毋是喜爱保护人的主，伊是信实的上主。因为安尼，上主喜爱属伊的子民用信实的心来亲近伊。信实就是真实，也是咱伫基督结束的时所讲的阿免。上主呼吁来到伊面前的子民，着存着阿免的心。袂虚假，袂高举家己，爱真实无假，向伊祈祷，活出真实敬畏的性命。今日这段经文提醒咱反思，家己对上主的追求是倒一种嘞？咱是毋是受俗世之子影响，一心追求身份、地位、名利，期望对上主得到幸福和祝福？通互咱拥有甲别人无共款高尚的身份，也是咱知影家己是上主喜悦的子民，深信伊是创造天地万物和应允赐福的主，也是审判甲报应的主。因为安尼谦卑听叹伊的话，用真实无虚假的心来到伊面前。祈求伊引带咱的性命道路嘞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捌互追求幸福甲命运的俗世观念影响？我是毋是捌互追求幸福甲命运的俗世观念影响？祈祷，信实的上主啊，愿你的名做大。愿世间人拢照你的义活，时刻甲人同在上主啊。当世上满是虚假甲骄傲，当世间人极力追求幸运甲命运，我愿意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敬拜你，顺从你。
求你，互我明白生命中上重要诶，就是用真实无假诶心来到你面前，诚做你所喜悦诶子民，奉主耶稣诶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